过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咱要讲的主题是天高热。节目一开始呢，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哦，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最近天气炎热，加上前几天还有落雨，蚊仔生炭会更加紧，有防到病媒蚊来危害。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提早来预防，请来化学防治。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到场关心，了解化学防治进度。因为今天是来做这个社区的登革热喷药。因为我们隔壁县市已经发生了本土登革热。什么叫本土登革热？登革热就是我们当地的人在当地的地区，他没有出外，没有出去外面，再被当地的蚊子咬，这蚊子里面有带有登革热病原的哈，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是很严重。所以因为南部地区大家往来很密切，交通很方便，所以随时有可能把这个病媒蚊或者是病媒这个病原带来台南，所以我们当然要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要超前部署。所以我们今天来做预防性的喷药，希望这个社区不要影响这个造成任何登革热的疫情。那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碰到积水容器，赶快把它覆盖起来，把它里面的水倒掉，那这样子才能确保病媒蚊没有办法滋生。那没有了病媒蚊，那自然登革热就没有办法传递了。这点是要拜托大家多注意。市长黄伟哲在研究所所学的就是公共卫生，对着天高热预防有真深的认识，伊伫现场也撒起传单，向居民宣导天高热预防。要注意的所在，因为即摆伊是咧喷蚊啊，但是惊讲要生蚊的时阵，就是像这玻璃洞的啦，这啥，一顺管后就甲扣水，变过啊水甲流掉。啊，这便所有当时咧顶下挂甲扛起来，无用的时阵，这过暝就扛起来。蚊仔就惊啦，啊，蚊仔真正就登革热，搁一遍，大家过一个印象都不一样的，大家都注意人讲吼，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哈。那么17当前的 SARS 哈，引起吼咱今嘛发生这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的时阵呢，大家都有这危机意识啊哈。所以呢，咱这摆吼，咱台湾所有人民呢配合着咱中央吼，大家通力合作，挂口罩啦哈，也有勤洗手啦哈。那么这种的做法呢，互咱吼变成会当讲是全球的模范生哈。那么咱的这个疫情呢，已经有趋缓的这个现象，希望讲吼会当持续下去哈，但是呢，咱咧讲武汉肺炎新冠型的这个病毒的时阵，已经差不多半冬啊，这半冬的这个中间呢，即马已经是5、6月哈，进入哈咱登革热这个高峰期啦哈。有当时呢，因为咱大家拢咧对着这疫情的这个关注。所以呢，咱有当时可能对着这天高热、登革热怎较放松起啦那么咱嘛知影5年前的这个登革热大爆发，互咱这好像蛮严重的嘛，因为安尼，咱即嘛讲到登革热，大家较袂像以前安尼有点不太这个重视啦咱即嘛对着这天高热咱嘛有一种这个危机意识所以呢，伫这当中咱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现象，好像也大家都很认真配合在咱政府的一寡这个动作啦那么咱伫今日节目当中来邀请到咱台南市卫生局局长陈仪局长要过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讲到这登革热因为这天高热有一寡爱注意的卫生问题，或者是讲环境的这个问题。有当时咱一当过去可能嘛放袂记一个今日过来甲咱复习一下邀请咱陈仪局长，局长你好。元宵节台南的市民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叫局长，我叫元宵节真的是有点那么我跟局长也是很多年了，10几年的朋友了那么伫这几当内底遇到这若是到
在登革热的高峰期我们都要见面一次我们都要见一下面那么讲咧，在登革热咱今嘛当然啦，因为武汉肺炎，大家可能关注伫这当中局长我知影这嘛对局长做大的这个考验因为这卫生局是上介重要的角色。咱台南市也不错啦因为咱这个登革热的这个不是那个武汉肺炎这个防治第6都的这当中咱台南市是确诊病例最低的这局长也居功不小了不敢。那《远见》杂志后来的这个评比恭喜全国6都当中的第2名这个因为这局长是这个卫生专家咱这武汉肺炎也好登革热也好这跟都有相关啦但是咱今天要讲的是田教练讲到这登革热是不是局长跟咱先分析一下目前因为咱可能即摆无重视，只重视伫武汉肺炎。那么目前咱这个登革热伫台湾的情形，伫咱台南是安怎？袁姐最主要大家拢讲甲迄眼光咧，拢看伫这个武汉肺炎顶头唔是啦。咱的登革热防治中心呢，嘛继续咧做登革热的防治当然啦。所以目前呢，全国呢无本土的病例。大概呢，全国迄个境外移入病例呢，到这久是51个，咱台南呢目前是5个，若用去年来看，去年到即阵台南市是20个，所以这个数目呢，跟去年比起来是较低啦，低很多。大概就讲这个天高热的数目今年它会较少，最主要跟这个武汉病毒有关系。对，因为咱台南人。走去东南亚，甚至南亚佚佗的几率很高，还游客很多。以前很多了，现在比较少。减足济，几率就减足济。因为咱这届拢有禁止大家出国，不是讲禁止就是尽量大家不要出国。即目前出国大概有困难无定着你去人遐，人就要叫你佫来隔离一下，检疫14天，你倒来佫要检疫14天，一个月就无用。所以咧。交通呢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是。那你来讲用去年还是以往的经验来甲看，应该是旅游的机会若济，频率啦本土还是境外移入的机会就较济。佮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东南亚的疫情。也是南亚的疫情啦，较悬，当然机会就较少，或者就较济啦你讲即马伫即个东南亚的疫情，跟去年比起来，是有较济，无较少所以你若种佮安尼个看起来，可能去遐佚佗的人减少，所以甲即个病毒传倒来的机会呢减少，所以即目前的病例呢有较少。所以，因为这嘛是跟武汉肺炎有一点关系，因为咱的这个旅游变成说，像那个旅游团他们根本就几乎是零嘛因为无这个交流，所以嘛减少这传染病的这个传播啦那么咱也是老生常谈一下啦登革热到底安怎传播的是不是？佮咱的乡亲朋友再一次教育一下。登革热伊本身有那是登革热病毒，对伊。大概咧分做4个型啦因为这个大家国家4个型嘛有淡薄无相共，所以你若拢要甲国家佮这个形成咧，你佮甲算落去迄就足侪种伫迄血清检查内底呢，其实呢会当分辨出倒是可能是对一个国家的第几型安尼所以简单讲伊有4型，大概国家呢可能佮无相共这个病其实。伊袂像讲武汉病毒安尼还是咱安尼讲话飞沫传染，这一定真特别，就是爱去互蚊仔咬着。这蚊仔啦，总甲有病的人咬着呢，伫伊的身躯，伫这只蚊仔内底呢，爱经过差不多7天的运作，伊伫迄内底嘛是爱个繁殖了，可以叮着后一个人，后一个人当会当。你意思是讲，伊叮着有病毒的人。7天了，伊去叮了别人开。那是7天内底不会，就是讲我即马叮了，随去甲你叮安尼嘛是袂。安尼嘛是袂，因为迄病毒入去到身蚊仔内底呢，伊嘛是爱伫迄唾液腺内底呢，伊个繁殖了到一个量，伊来去咬着的时阵。所以咱即马嘛长知识啊，就是讲咱一般有当时想讲伊伫遮
甲地顶着了，随去顶着第二个人吼，啊，这个中间可能几分钟的时间嘛，这样子就不会传播哦。所以咱即马对这个登革热吼，更有进一步的这个认识哈。那么在这个当中吼，我知影吼，因为这登革热当然是咱民间家己。卫生习惯爱做好啦吼，环境也要做好嘛吼，但是伫咱市政府的部分，当然有一寡比如讲大环境的啦，或者是讲有一寡需要这个市政府去做的代志哦，是不是吼？咱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也是介绍一下，咱登革热到底咱市政府做什么货？咱市政府呢，伫这个104年了后呢，伫这个105年有一个足大转变，就是讲成立的一个叫做。登革热防治中心，还有禁用人呢来管顾咱的这个环境，吼。但是呢，大家我也感谢咱台南市的市民朋友，吼，大家对这个环境的观念呢是真正确啦，吼。所以包括这道武汉肺炎，咱以早过来的这个文化，嘛是有帮忙啊。对，包括呢，大家因接触到这个所谓疫调，因真。记了真好，因讲我都去对，来做这个疫情。那伫这个台南呢，更较特别的所在，就是除了登革热防治中心以外，各局处的合作呢，应该是真密切啦。市政府这个团队呢，讲实在是有哪会使甲学了啦。另外呢，就是国家卫生院，国卫院呢，伊就是。担一个核属办公，伊伫咱的隔壁，包括呢，因有一寡新的做法，包括幼卵桶、幼砂桶，这足侪的方式呢，咱拢头一遍甲试验，这3、4年来呢，有足好的结果。咱这2个单位甲这个疾管署，会做一个所在，咱做3个单位呢，拢做伙足密切。这目前大家应该知影，就是这个。原来的永华6区，佮加这个永康仁德，今年佮新做加2个，就是归仁，含咱的新营，拢有一个幼卵桶的监测吼，咱就知影这个里内底，甚至呢，咱就知影伊的病媒蚊的密度。那这个它是怎么用？怎么操？这这最主要，咱有人员呢会去用这个水伫内底清水，用这个水呢会冚过这个卫生纸，蚊仔呢，伊会经过这个空，迄个湿度的关系，伊会飞入去，拄啊伫这个水的顶缘了吼，第生卵。咱若有生卵呢，表示有蚊仔入去，所以用这个阳性率，咱一个里呢。用12桶，室外呢10桶，室内呢2桶。咱就知影讲这个迄个蚊仔密度啦侪，蚊密度若侪，比如说咱有定一个规则，就是60%，伊的卵粒数呢有500粒以上，咱就会甲这个理讲，咱就是爱好好来整理咱的环境，一定是这个桶周围呢差不多40-50公尺的所在，一定有蚊仔，伊才会飞来遮。这个产卵，所以这个是一个足方便的方法呢。所以咱就这样用咱来判断啦，判断讲这个粒的迄种的几率高不高？咱那个有监测的所在呢，互大家拢知影迄个。但只佫讲一个，就是讲，真感谢咱志工队啦，吼。即目前呢，台南呢有400几队的志工队，有6000人在做这个工作，所以每一个礼拜逐个月头一个礼拜六，大家为着家己的家园，含四周围呢，拢会去做清洁的代志。因为这目前呢，就是咱台南在做的工作。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做幼砂桶，迄种桶呢，唔免安尼一礼拜去巡一遍。迄桶呢，蚊仔飞会入去，飞袂出来。因内底就我黏条的，所以会使掠蚊仔，互伊会生卵，但是袂孵卵。因为我厝内底有一种捕蚊灯，就是像这种的，它就是捕蚊灯是直接甲伊用迄个物理现象吼，互迄蚊仔照入去，照入去怎啊伫内底哦，它就飞不出来了。无影。我就用好几。蚊仔顶应该是蚊仔撞入去了，电视呢？它不会哦，它那个不是用电的哦，它就是
伊的物理性我唔知，他就是用灯去诱导它进去啊，进去之后哈，我看迄帮啊，底下可以叮当诶，它还会飞。你要哪个解决？啊，它飞到久了，没体力啊，会死掉啊。咱台南其实呢，为足者所在，人会讲对野蠓啊较济，但是是不是斑纹？不一定啊，一定要是看是不是斑纹哈，埃及斑纹跟白线斑纹这两项呢，但是传染咱这个天高热的媒介并没有。所以有人会讲哦，蠓啊也飞，其实呢有当时啊是咱家己环境内底有哪爱做了照顾。对，它都啊，比如讲家蚊啊，还是迄个草蠓啊，草蠓啊，他都话局长有讲着讲三斑家蚊呐，三斑家蚊不是，咱这是埃及斑蚊，含这个白线斑蚊。埃及斑蚊甲白线斑蚊，像你若是去有这两种蚊啊加着，就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会发作着迄个登革热，有可能啦吼。啊，像伊这个若是讲你登革热已经你的身体已经有登革热啊，那么伊的症状是啥物？咱台湾这个社区内底无登革热病毒。所以呢，咱嘛讲啊，这病要发生的时阵，就是爱有伫东南亚，都是境外，对，有人把这个病毒抓倒来，接受到咱台湾的白线斑蚊还是埃及斑蚊加着，那么安尼呢，倒有可能伫社区内底呢，像咧引火烧共安尼发作，所以若种讲无人有炸这个病毒倒来，还是讲伊炸病毒倒来，咱头一个时间。就该吹出来，啊，伊伫病院内底，还是讲伫厝里做居家隔离，安尼呢，莫阁有蠓啊叮着，伊就无可能造成这个社区的危害啦，吼。所以同重要就是讲，咱有病毒的人，咱是要安怎第一时间甲找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咱就是爱甲这个环境做好，互蠓啊密度往下。就是讲你一个。病毒的人是伫咱譬如讲啊，伊入来了伫心呀，蠓啊是四界有啦吼。咱来讲飞来飞去啊。我假设讲，干那蠓啊咧有，咱的这个南区遮有，还是中西区啊？这个人无走来到遮，无定着，这蠓啊嘛是无可能有病毒，对啊，就是嘛无法度通传。只要病媒蚊伊无去叮着人吼，还是不会发生啦吼。尤其是他如果咱局长有讲到，咱即马目前咱台湾家己的蠓啊，吼，它没有病毒哈，就是讲有的拢是伫境外入来嘛吼。咱对这武汉肺炎家吼有一个尝试是讲吼，入来人吼拢爱隔离嘛吼。即马就是讲咱像这5个，吼，他如果局长在讲这5个，我们是怎么样发现的？这5个呢，通常咱甲看伊社区的隐藏区后连的。就是伊一个礼拜到社区，随发作，对，伊到伊无定着伫高雄入来嘛吼，伫咧机场伊就发烧，有当时安尼就去检验嘛吼。当然即马除了天高热以外，可能就是佫有即个流行性感冒，佫有一个武汉病毒，这个英语名叫做 COVID-19，这个伊吹着了，迄个连工的根本无入社区的，迄个就是伫这个机场就炸落来。当然咱嘛有迄种的，都转去来佚佗，还是讲去佚佗，还是讲外籍移工转来到社区的一天。咱即摆我咧讲，真正台南的乡亲呢，甲市民朋友呢，足有迄个概念，就是安那发烧，伊就会紧去就医。伫社区的时间短，迄蠓啊加着的机会安怎较少。安尼拓开的机会就较少，风险较少。通常啦，去互蠓啊叮着了后，差不多偌久会发作？蠓啊若叮着呢，若迄只蠓啊，佫有炸病毒吼，伫咱的身躯呢，差不多5天左右。所以好多你在讲的，迄个伫高雄的时阵就发烧，有可能伊4天前就伫遐蠓啊叮着有可能伫这个所以咱即马来讲，在找通常啦，总讲有一个。真无拄啊好，咱社区有一个本土的病例，咱就甲伊问差不多14天。14天安怎算来，就是讲伊的隐藏期，伫社区内底你要定着差不多5天嘛，你即个伫蠓啊身躯内底，伊的运作，还佫差不多7天，加起来，差不多12天到14天。所以咱在做疫调的时阵，一定会甲问。你这14天伫咱社区内底呢是走位对个，拄啊好，含咱这道武汉肺炎嘛是14天。
所以吼，就是讲伫这个当中吼，因为武汉肺炎引起咱大家对着这卫生习惯的这个重视啦，或者是讲吼爱做这个检疫啦吼，因为即马大家拢知影啦，这检疫吼。是不得已无做袂使啦，啊，但是你嘛是爱配合啦吼，啊，像这登革热吼，咱即嘛知影讲吼，如果你若是真正有这登革热，咱嘛是爱配合啦吼，因为你无配合，咱人甲人这中间吼，有那个戴口罩啊吼，咱会当预防啊，但是这帮也无要挂口罩啊，伊世界黑白不会黑白定哦，去定了啥物人咱也毋知，有当时你互定着，你家己嘛毋知影吼，啊，所以呢，你定着了后，有当时要发作，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预防了哈。那么在这当中，就是讲吼，咱当然啦，局长来的是要把咱的乡亲朋友过来呼吁嘛吼，呼吁要咱莫个得到这个登革热嘛吼。那么咱自身爱做什么货，啊，环境内底爱做什么货？哦，当然，过来呢，这个 COVID-19 还是这个咱俗称的武汉肺炎，这个关系啦，放宽了哦，可能大家出国的机会咧会搁较济吼，所以你若要出国进前呢，可能甲厝里啊摒扫好势，哦，水也倒掉，水也倒掉，哦，厝里的花干啦，还是啥物，花盘底盘啦，哦，花盆的底盘啦，还是迄个拢爱用好，冰箱有迄水的迄个吼，拢爱处理好势。第二出国呢，这旅游的中间呢，伫遐咱若莫晒伤乌啦吼，所以穿一个长袖还是长裤安尼吼，来预防蚊仔咬着。哦，啊若总讲真正无法度，较湿热，哦，就用这个防蚊液，哦，来做这个片面。哦，啊要转来的时阵，转来到厝，哦，都若有发烧，千万莫搁伫外国呢药啊食咧，退休转来到社区。你若到这个海关的时阵，你就正式甲伊讲啊，我几工有啥物毛病，就像即道武汉病毒安尼吼，大家若有感冒的现象，就甲迄个海关来讲一下，大家就提高这个警觉，因为毕竟啦吼，有这种现象是很多疾病的开始啦，拢发烧，无一定讲武汉啊嘛，无一定是登革热啦，啊，你有甲这个人员，像兹卡也是一样，你有讲出来吼，总是要预防武汉也好，啊要预防这个登革热也好。啊，入来到社区14天内若有发烧，希望大家呢都去找医生，啊，甲这个旅游的旅游史，旅游史呢，甲咱这个。迄落讲，也是讲咱共团呢，去东南亚佚佗的，啊，都有人有钓着这，哦，这叫做接触史，哦，啊，群聚史，这个甲医生讲一下，啊，当然伊就提高迄个警觉，哦，来做这个检验。对，他都话吼，局长你有讲到啦，讲比如讲东南亚啦，吼，还是南亚这部分，啊，有啥物所在对几个国家，它可能会比较危险诶，是毋是嘛？借着这个机会，赶快向亲朋友报告一下。因为登革热病毒吼，啊，甲这个蚊啊，吼，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吼，伊分布的所在拄啊伫这个赤道的附近，啊，无到咱的迄落吼，中这地呢，所有的这个国家呢，大家可能拢爱留意啦，吼，包括中美洲美国的像德州啦那些也都是。咱遮较接去佚佗的，就是东南亚的国家，比如说较接人民来往的，就是菲律宾、越南，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像讲伫个南亚，包括印度、斯里兰卡，这拢是好发的所在。但遮我那甲咱市民朋友讲，咱这个东南。伫这个时阵，东南亚呢，包括新加坡，这印尼呢，病例数呢，跟去年是差不多。哦，所以还是要小心啊。不过吼，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呢，大家也较这个注国啦吼。今年可能想要也会发生率会比较低啦吼。那么咱比如讲咧讲登革热伊的传播，就是讲吼，这病媒蚊伊拢会伫咧清气的水内底。产卵啊！一般啦吼，咱的民众嘛，大概拢知影啊，厝内底若是有虫啊啦，吼，当拢咧看宣导片，大概拢知影吼。有虫啊啦，有啥物废弃物啦，吼，有水的所在，咱拢爱甲清掉。但是吼，我感觉较严重的是讲，有的所在咱可能会疏忽，有一寡所在可能咱会疏。你若讲虫啊，啥物货，其实咱一般人拢知啊，但是有些可能我们一般人会疏忽。局长。伫厝内底呢，像以早冰箱若较老式的，伊内底有一个底盘，
这新水的，流出。咱的古早的饮水机，迄个底盘嘛是，花干，花盆的底盘，这拢是，也是讲，真当然欠水啦吼，过几工啊风台扇雨要来，这拢是，迄个咱的天锅，这拢是一个。天锅有人可能听无？天锅就是咱咧凉亭啊，下骹迄个排水管。对。因为有人可能对天锅，唔知影天锅是。台语嘛，唔知要安怎讲吼。迄就是讲吼，咱啊，比如讲落雨啦吼，啊有水伫迄个厝尾顶流落来的所在，迄流落来总啊伫迄个沟啊吼，有阵时迄个所在，因为咱较。因为迄个足悬嘛，咱有阵时袂注意去甲伊清啦吼，迄个所在就容易吼。间接来甲看啦吼，你也总讲啊，咧落雨啊，结果咱迄个导水管呢，袂水无落来，咧绝对顶头塌掉的。对，有时候你去遐清清，哇，水这边大港，因为咧落雨的时阵，你上好容易测试。啊是讲你迄个天锅啦吼，我真也嘛唔知影叫做啥物安怎讲吼，都是咧滴水迄个所在，老发臭啊。佫真正有迄个青啊，伫遐咧发，迄绝对遐是塌掉的，所以大家爱记的。因为咱厝内底有可能有垃圾啊啦吼，垃圾有阵时落雨的时阵，伊冲落去，迄垃圾啊总啊冲落去迄个沟仔内底，迄沟仔内底有阵时伊袂甲你主动走落来嘛吼，所以你就爱去甲清。像咱兜的水沟小像你嘛是爱有阵时垃圾塌的时阵，你嘛是爱甲清伊开。徛较悬的所在来看迄个物件，就知影讲伊有塌的无塌。因为这个天锅，咱每一个人拢有啦。你若讲吼，拄仔你讲的迄旧式的冰箱，无得即摆大家换新的啦，可能就无啊啦吼。但是天锅每一间厝内底几乎都有啦吼。你有大剔除的绝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大家拢爱注意啦吼。那么今天咱真感谢吼局长在百忙之中，我知影伊即马是上介重要的角色，因为武汉肺炎、登革热拢是你，拢是伊的工课。那么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最后咱局长，佮有啥物话要甲咱乡亲来叮咛的？但只我头一件代志，就是感谢咱的市民朋友配合着市政府，安尼来做这个防疫啦。吼，包括即摆的武汉肺炎吼，也是讲这个包括登革热。登革热这段期间呢，我嘛是真甘心啦吼，就是讲咱的市民朋友嘛足配合，配合咱的当然呢，甲各局处的巡查呢，安尼做了真好势。当然这道的检疫期间呢，因为安尼有14天，伫外国回来呢，无法度通迄落，佫大家呢，佫洗手，戴嘴掩这个部分呢，咱有一寡传染病呢，怎落落来吼，包括肠病毒，包括这个流行性感冒，当然咱嘛是爱知影啦吼，希望这个武汉这个病毒呢，肺炎这个疫情呢，较紧过去，无咱的生活呢。拢会受到影响，但是呢，这个肺炎的这个病毒期呢，咱若过去了，拜托大家呢爱去注意，就是讲交通的便利，包括这东南亚的天狗疫的疫情，有那是爱做注意。厝前厝后，搞到厝内呢，一寡滴水的空间啊，盆啊，这拢爱诚去注意，甲倒好清气，厝里莫饲蚊啊，咱外口运动的所在呢，嘛莫有蚊啊。会当生锈的所在，安尼咱的社区呢会搁较安全。那么今仔日感谢咱局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啦，因为咱武汉肺炎互咱做一个教育啦，即马登革热咱嘛借着今仔日的机会甲咱局长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讲啦，因为咱台南市咱是属于较炎热的所在你若讲较北部，但是就可能较无北部这几年嘛，悄悄有。对，好像也是因为天气越来温室效应的关系。最主要北部是有白线班，白线班有等是规全国拢有啦。爱是把玩是讲嘉义、以南的所在较侪，大部分伫厝内。那么今日感谢咱局长来给咱宣导希望讲咱大家安尼健健康康啦。谢谢局长，我们再一次跟那个局长遥控一下，我们握个手，局长握个手，遥控碰一下。我们是用这种遥控的方式，有距离的谢谢阿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谢谢。多谢。